好合作啊！你哋 OK 呢個讀唔到嘅叫 OK 好係啦。咁我講咗一個好remarks 嘅東西，因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解讀嘅喺呢一 part 呢度。有人問個燈究竟係咩咧？其實佢台上面有4位 musicians， 有4位 dancers。咁但係咧 media 佢冇一個嘅肉身去 carry 佢嘅角色。咁我哋安排咗一個道成肉身嘅過程，就係將佢放咗喺盞燈嗰度。如果你有留意嗰盞燈，其實啱啱好似係4塊葉嚟嘅。我哋唔會稱呼佢做第9個表演者，我哋只會叫佢做8加 N， 因為呢8個人拱咗一啲嘢入去呢盞燈嗰度，再 addicate 呢一條河流，跟住落嚟咧先重要咧。因為呢一個嘅世界已經建成咗之後咧，呢啲拋蝕都出現咗，我哋開始互相理解下對方。而我哋喺呢一 part 咧，其實都會進行咗好多。頭先你哋可能都會見到有好多 duets 喺呢度會出現嘅。譬如咧musician 同埋 dancer 會有一啲嘅對話喺中間啦，一路你又玩下佢，佢又玩下你咁樣樣。但係首先咧，我哋要講下一個好重要喺成個 show 裏邊，大部分時間都會出現嘅，就係一啲嘅節奏。咁呢啲嘅節奏咧，2、3交俾你哋。好，時間交翻俾我，就係、我哋 music 嘅呢個 language 啦。首先咧就係咧，今日講嘅嘢咧同 jazz 係冇關係㗎，因為咧每一次咧我因為話尋晚翻咗屋企，好多人 message 我，哇 jazz 係咪咁啊？其實唔關事㗎。咁咧但係純粹係一個咧我哋諗出嚟嘅一個 language 嚟嘅。咁嗰陣時咧我哋做咗隻碟啦，就係Invisible Architecture。咁應該係話呢一個 band 啊 ，Invisible Architecture。咁就係我喺美國嘅時候嘅一啲同學仔喺 Covid 嘅時候，我哋唔想因為 Covid 然後就唔做 music 啦。咁我哋咧就搖佢咁樣係做一隻碟出嚟。咁咧嗰隻碟嘅歌咧其實就啱啱埋歌啦。咁所以咧我哋呢個 language 咧其實咧我哋係好早我哋喺讀大學嘅時候就已經叫做建立咗出嚟啦。咁係啲咩嚟咧？首先2同埋3。咁2即係咩咧？我哋平時數牌就係1、2、3、4咁數啦。但係我哋咁樣數試下，1、2，OK？ 3點樣？1、2、3。所以1、2、1、2、3、1、2、1、2、3。聽唔聽到個 pause 啊？嗱，如果我將中間嗰啲嘢攞走，1、2、1、2、3。係咪啊？嗱，大家可以試下，因為我準備考大家啦，好快試一個。我要2個2、2個3嘅，明我意思啊？即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。OK， 準備1、2、3、4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。非常之好啊，好，非常之好。好啦，時間關係，我哋即刻跳去下一步啊。好啦，5同7啦。好啦，5同7係咩意思咧？咁5咧其實係可以2加3，咁所以變咗1、2、1、2、3。即係我哋唔係數1、2、3、4，我哋可以咁樣啦。但係我哋1、2、1、2、3。7我哋點樣數咧？1、2、1、2、1、2、3。咁因為咁樣數嘅話咧，其實所有嘅數字咧用2同埋3加埋咧，我哋就可以成合到噶啦。by the way， 2、3、5、7，但係有咩共通點啊？你哋知唔知啊？質素。冇錯啦，都係質數嚟嘅。質素。好啦，我哋繼續。咁咧嗱，時間關係，我哋直接跳去隻歌度。係啦，呢個就係我哋嘅拍子啦。咁點樣數咧？就係呢首邊首歌啊？呢首就係我哋最後嗰首歌，叫 Hyper Controller。咁亦都係咧要特別鳴謝Ivanhoe 嘅，因為咧真係好多謝佢咧嘥咗3個鐘頭咧聽我 lecture， 咁講係點樣我哋好懷疑你冇3個鐘。係啊，真係有㗎，我計過㗎嚇。不過咧就點都好啦，就好辛苦咁樣去練翻嚟，咁所以完全唔係關佢事嘅，但係佢練咗好耐，咁所以好多謝佢。係啦，真係非常之盡責嘅一個 artist， 多謝晒。咁咧嗱，翻返嚟隻歌度，咁775、75點算咧？咁其實用翻正話個方法數啦，就係 1 2 1 2 1 2 3 1 2 1 2 1 2 3 1 2 1 2 3 1 2 1 2 3 1 2 1 2 1 2 3 1 2 1 2 3。
即係有人得我見到，犀利犀利。好啦，但係都仲未夠好玩，因為咧咁樣好悶啊，咁樣啊嘛。咁我哋將嗰個聲咧放落去嗰個 drum set 度，咁我會諗譬如 drum set 有啲 bass drum 啊，有啲 hi hat 啊，有啲 snare drums 啊，咁我就會變成一個 beat 啊，就係rap 嚟嘅。係啦，咁呢個就係我哋嘅 rhythm 啦。好啦，我哋再去下一個 slide 啦。好啦，咁咧係啊，我仲未完嘅。